Hello，大家好。好耐冇開咪同大家傾下偈啦。今日咧就想講少少呢個國際時事嘅，因為點解咧？我淨係喺度執筆寫緊嗰本小説咧，係講關於中東風起雲湧嘅事件嘅。最近你知中東沸沸揚揚啦，鬧得一睇，因為俾特朗普搞伊朗嘅問題嚇。我嘅睇法咧就係話咧，伊朗嘅政權咧必定倒台嘅。問題係而家係時間問題嘅啫，即係特朗普幾時出手啦嚇，加埋佢個親密盟友以色列啦嚇，咁雙管齊下咧就哈梅內伊呢個政權呢個神權極即係獨裁嘅統治咧必須要結束啦，因為要還政於民啊嚇，要還政翻俾翻伊朗嘅人民去做主權嚇。另外就委內瑞拉唔使講啦，拉咗個馬杜羅。希望佢哋個好快成立一個真係民主自治嘅政府，係過渡，即係等委內瑞拉嘅石油可以提煉到，又唔會被制裁，又可以輸出啦、輸入啊，咁樣即係變咗係有翻個貿易往來啊嚇，同世界各國。點解我關心伊朗嘅問題咧？因為我而家寫緊本小説就關於伊朗同美國咧嘅場景嚟嘅，咁變咗佢而家嘅動態咧，佢點樣去向咧，就好左右我寫書嗰個方向啊嚇。咁我點樣寫落去咧嚇？我寫落去同個時事如果同個時局係唔夾嘅話咧，咁就即係唔係幾好啦，係咪嚇？另外有關於格陵蘭嘅問題咯喎，格陵蘭咧其實我由始至終咧都知道Donald Trump 喺度 bluffing。因為點解咧？佢又話呃你動武啊，呃你去收購啊。其實佢係因為格陵蘭，大家咧如果上網搜一搜就知㗎啦。佢係全世界最大嗰一個島嚟嘅，但係佢其實係即係鳥不生蛋嘅地方，我哋叫做嚴寒啦寒苦之地、苦寒之地啊叫做嚇。咁點解咁重要咧？係因為喺個戰略嘅地緣上邊咧。佢嗰啲空軍基地啊，好多次喺嗰度，同埋個港口嚇。美國係為咗怕佢跌落去中俄嘅手裏邊咧，所以咧先至叫即係咁大陣仗啦。即係咁大聲話要收購格陵蘭，係因為佢哋要即係佢認為啦嚇，佢自己個國家安全嘅問題嚇，因為喺北極嗰度發射導彈嘅話咧，就好容易打到去美國嘅嚇，咁所以就詳細嘅地理地緣政治，大家可以上網搜一搜格陵蘭，你就知道格陵蘭點解個戰略位置對於Donald Trump 嚟講係咁重要㗎啦。所以咧，今日開咪咧講下呢3件時事啫。好耐冇見，咁同大家傾下偈啦嚇。希望我本小説咧就寫咗7成㗎啦嚇，而家剩低3成咧就喺度觀望啦。觀望伊朗嘅局勢嚇，即係明朗咗之後咧，我可以繼續寫落去，希望可以喺今年嘅年中出版啦，或者喺香港嘅書展可以有售嚇。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多謝你哋。